許廷鏗、吳若希以及胡鴻鈞去台灣重返校園拍攝綜藝節目《蛙鬼上學去》。節目去到尾聲，一班朝夕相對咗2個星期嘅同學仔就好有心，唔單止幫3位搞咗個 farewell， 仲專登為 Jenny 準備咗一個巨型生日蛋糕，俾咗 Jenny 一個驚喜啊！年紀好像不對18歲啊，對18歲，對是，我看18，對啊，謝謝。我希望我年年18。智商嗎？剛滿。而 Alfred 亦禮尚往來，細個嗰時曾經學過畫畫嘅佢，就攞起畫筆幫同學畫人像畫。有才華嘅男仔果然係特別吸引啊！唔少女仔都爭住上前做模特兒，氹得 Alfred 不知幾開心啊！佢仲大讚啲女同學個個都好靚女，唔怪之得我哋嘅記者會懷疑 Alfred 動機不純啦。嚟到 farewell 嘅壓軸環節，一班同學仔竟然搞咗個票選活動，要票選 Alfred、Hubert 同另外2位男仔做男神。經過一輪激烈嘅拉票過程之後 ，Hubert 最終就同另一位男仔並列當選。不過就喺 Hubert 沾沾自喜嘅時候，隔離嘅 Alfred 竟然話自己偷聽到女同學私底下嘅心聲喎。佢哋話咩啊？頭先點解喺出邊畫緊畫嘅時候？唔好同我講啊！我想知喎呢個。我話有咩很像一個小屁孩？我話你好似個小屁孩啊！小屁孩都唔係好啊。但係佢哋又中意喎。咪因為佢哋喺呢個歲數啊嘛，佢哋過多幾年咧就係咧，即係佢哋過多幾年。佢就話佢就係男朋友嘅嗰啲即係玩下就算啦。我就係嗰啲老公嘅材料嚟。哇！兜個圈陣出嚟。經過咗2個星期嘅拍攝 ，Alfred、Jenny 同 Hubert 唔單止重拾翻做學生嘅美好回憶，跟同一班台灣嘅同學仔打成一片。依家分別在職，佢哋都話好唔捨得啊！除此之外，3位亦都好享受呢次嘅拍攝過程。Jenny 仲話已經諗定咗下次原班人馬要挑戰啲咩啦。我知道佢哋2個其實咧某啲位咧佢係好細膽嘅，例如畏高啦，同埋畏高啦。唔止畏高，潛水又驚，滑雪又驚，上高少少又驚，落低少少又驚。所以你就需要去挑戰自己一啲好驚嘅嘢，即係例如歷險咯。即係咩啊？即係馬達加斯加。係啦，馬達加斯加，即係好似猿人咁咧，呢度呢棵樹啊，呢度一棵樹啊，跟住有條繩咧吊住飛過去。